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！今仔日阮是2026年关怀台语趣味文化营的特别节目哦。今仔日咱的节目中有足侪组的来，有除了我以外，也阁有文玲老师，大家好，也阁有温柔老师，大家好，也阁有一组小朋友哦吼，甲大朋友来，咱文玲，你先介绍你家己好吧？我叫阿玲老师，本名是叫做张文玲。即摆伫咱的学校咧教台语。嘿，你教台语哦？嘿。啊，你除了教台语以外，你阁有咧创啥？我就想讲，不同时也会想着讲，加减看一寡册，会使写一寡文章，甲大家会使有机会甲大家分享安尼。拢是你啦，你写甲吼，害我定定拢无得奖，就是安尼啦，拢是你害的啦，嘿啦。好，来，阮后壁阁一个，来，温如。好，大家好，我叫林文如。我即摆是伫咧高雄产品大学咧读书。我即摆是读五专2年升3年的学生。哦，2年升3年的餐饮，安尼毋着煮食呢吼？嘿啊。安尼我甲你讲，下届的煮食爱看你哦。好。吼，好来，咱是毋是邀请咱的来宾吼，先讲来，第一位来，你介绍你家己，嘿，来，妈妈先讲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号做江慧琪。慧琪。即摆是一家之主。一家之主，你做恁兜做遐大哦？无啦，是主帮伊煮啦，哦，是做做诶煮啦，嘿。我住伫彰化市，阮遮上出名诶是四行车库。哦，四行车库。对，我最爱去遐行行诶。嘿嘿嘿，你爱去遐行行咧？啊，遐有啥物通好看？足侪火车诶。足侪火车诶吼。对对。你看着火车拢伫遐咧转头。嘿，敢足趣味诶。嘿，阁伫遐咧维修吼，嘿，阁伫遐咧困，对毋对？对，伊诶厝对。对，伊诶厝吼。好。我嘛上喜欢出去行行诶，因为出去行行会使看到新奇诶事物，心情嘛会放轻松安尼。哦，安尼足好诶吼。对。你今仔甲啥物人来啊？我今仔日是甲阮查某囝做伙来这关怀台语广播营。恁查某囝还是查某囝？查某囝。有人讲甲查某囝呢吼，无明差啦吼。好，恁是毋是你家叫恁查某囝出来介绍一下伊家己好毋好？你个来，你介绍。你家己讲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号做张娇宁。即摆读信义高小3年啊。信义国小。对吧？好。我住中华市，阮遮出名的是肉丸、控肉饭。我嘛介意收水，因为热水收水足凉的。即摆真欢喜，会当来参加关怀台语广播营。今仔日我是甲我阿母做伙来的。我的阿母，减一个下，感觉我阿母吼怪怪吼，爱加一个我的阿母吼。伊住彰化，你嘛住彰化，恁两个共一家哦？对啊，因是有查某囝啊，我是妈妈。哦，来，文玲。你敢若讲人因拢讲因兜是住伫倒位，伊有兴趣啥物？你敢毋免讲一个？讲阮兜遐。阮兜我是彰化市的人，毋过呢，我是去会做分行的新妇。嘿。嘛真侪冬啊。嘿。即摆就是细汉囡仔嘛较大汉啊啦。我大汉讲一个。正大汉。正大汉。系啊。好，正大汉啦！我生下你做妈，对毋对？嘿啊。你甲我宣传者。对啦，这一定爱啊！你袂记咱当年的？无啦，毋是啦，我较细汉。我如来介绍一个，你住伫倒？我嘛是住彰化。你住彰化？嘿。我以前国小是读大直国小。嘿，大直国小。我较早就有来参加过即个广播营。参加过广播营吼，嘿。你自一年互我欺负，甲即阵有啥物感想？无啦，无欺负啦，无欺负吼。就甲你教真济。嘿啊，就学真济啊，嘿啊。我感觉温如足无简单。我甲你讲，恁看袂到一个，就是温如吼，伊会跳舞。搁吼，伊咧迄个
伊的影大放的所在是我看袂到的，啊，毋过吼，伊定定吼，像典惠的文化营甲定型共款，原来有咧看迄落对吧？咧看，啊，即届我阁有看到，哦，伊足够跳舞的，你敢知？虽然吼，伊的分量有较大一丝啊，毋过共款拢有看到安尼啦，吼。好，来，啊，咱即我马，嘛真爱跳舞呢。你会跳舞，我若毋敢看。啊，无影啦，咱两个太了解咧，安尼啦，吼。会人迄顶届108年转来，迄款美国一寡迄世界各国的老师转来讲啊呐，哎哟，恁的老师哪拢袂晓跳舞，连平常嘛互笑过头安尼。找你哦，啊会走了了，会走了了，吼。好，来，啊恁即马来伫咧即个营队吼，恁敢有学着啥物物件？要甲阮分享一下无？我们表演一首手指仔歌，手指啊歌，手指仔歌，镜头啊歌，镜头仔歌。嗯，好，来，准备开始哦。嘿，来，预备，准备开始。来，甲妈妈同齐。镜镜头啊，一支镜头啊，变啊变啊变做刺无啊虫。两支镜头啊，两支镜头啊，变啊变啊变做一只兔啊。三支镜头啊，三支镜头啊，变啊变啊变做鸟鼻啊。四支镜头啊，四支镜头啊，变啊变啊变做红金啊。五支镜头啊，五支镜头啊，变啊变啊变做拍婆啊。哦，我事先无甲你讲拍破啊，较细的，你佫会晓要较细的咧吼。你惊互崩去安尼吼？伤大嘿声啊嘞！袂歹呢。来，一支镜头变做即个是啥物？细毛糖，刺毛仔糖哦。啊若安尼咧，加头兔啊，啊，啊若安尼咧，鸟鸟鱼啊，啊若安尼，环行伫长。安尼金红啊，金啊，啊若五支镜头叫做拍婆啊。哦，足够的吼。我感觉足好教吼，用唱歌咧学足紧的，对毋对吼？一届两届就会晓的。好，除了即个以外，还佫有其他的无？因为爸爸节拄好过啊，交定要唱一首迄爸爸节的歌互爸爸。啊，我想问你啦，恁爸爸节恁有甲庆祝一下无？无呢。无哦。来，你爸爸节恁兜食啥？阮兜共款无食啥物特殊的。食便当对毋对？我有煮，我有煮。哦，你有煮吼？啊，无食大餐尔。哦，啊无，啊爸爸会庆婚无？袂啦，爸爸讲，莫互白开钱。我袂开钱，毋是妈妈节拢爱食鲍鱼甲龙虾，啊爸爸节拢走到无半个安尼晓。对。啊，你有煮一尾仔本仔鱼互食无？无呢，我煮，我嘛袂记哩啊。袂记啊，安尼啊，吼，好啦，安尼啊，虽然讲爸爸节过啊，安尼好啦，咱唱一个爸爸节互爸爸听好无？好吧，来开始哦。嗯。开始。爸爸爸爸较较悬悬，我我较较矮矮。爸爸较大我较细，爸爸手长，我手短。我无喙齿，伊真济。爸爸照顾阮一家。世间无人通代替。嘿，即个的吼，足紧的就教就会晓安尼啦。还佫有无？我想要唱一首我最喜的徐福丁老师的《啊》。我甲你讲啦，即首吼，即首虽然足好听，毋过我袂晓唱啦，我敢会晓教你用念的尔。好，来，开始。啊啊，太无肉，我搭去是安那搭，最近来去八丁塔，看到两只鸭相拍。啊啊，太无肉，我搭去是安那搭，最近来去八丁塔，丁塔顶烘烧鸭，烘烧鸭。哦，赞哦。好啊，这是拢即两工仔学的，对毋对？对。啊，还佫有无？有，我有唱迄台语歌，之前幼稚园的时阵有学过。毋是幼稚园，我甲你讲，我甲你偷偷仔讲，即个恁查某囝，恁按查某囝吼，伫咧伊年的时阵参加我的文化营的时阵，对毋对？伊竟然讲拢会记的吼，我感觉真正是足意外的啦吼。好啦，来，你会晓唱阿爸牵水牛对吧？吼。好，来，咱同齐唱好吧？
好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阿爸牵水牛啊，行过菜园边，白菜青青，阿爸心内真欢喜。阿爸牵水牛啊，行过菜园边，甘蔗甜甜，阿滴水那擦擦地。阿爸牵水牛啊，行过鱼池边，鱼啊飞飞，水来游来到游去。阿爸牵水牛，行过田花边，都是满山田。哇，满田园啦，我唱唔着好，因为足无简单的吼。我记得这是2年前吼，文化营啊，伊竟然你会记的呢吼，真正是足无简单的呢。哎呀，爱甲你拍扑啊一个哦吼。其实伊毋是干那即个尔，伊佫记一条，你会记的无？这一条。来，安尼摇一个，迄个啊，摇一个，迄个。妈妈，你是我的最爱。哦，来，啊，你要唱一个无？好吧，好，来。我的时代伫你巴肚内，妈妈你是我的世界，自细汉以来伫我心肝，妈妈你是我的最爱。哦，即个吼，即个是拢伫咧咱课本内底啦吼，这是真平的迄款迄个，伊迄补充的。啊，我唱即个补充，我就是上课进前，啊，我会叫囡仔唱者，无形中吼，逐个拢会晓唱呢。嘿啊，我感觉这吼用这爱甲妈妈表示一下嘛，足好的啦，对毋对？对。嘿啊，阿玲啊，啊你会甲囡仔补充其他的物件无？教材内底。嘿，你会甲补充无？你若阵讲你咧上课的时阵吼，啊你若拄着讲，啊今仔日感觉我今仔日课上了较短，对毋对？啊你会甲补一块啊无？会哦，我嘛会甲补一块。会吼，啊你安怎补？敢有会记的无？若是低年级的，伊是较爱唱迄啊做高早。好，高早，即条吼我有听过，毋过我袂晓唱。嘿，我少年的时阵足够唱，我老已经袂晓唱啊。来唱看卖啊，好无？第一句啥物？袂记。我嘛你嘛袂记，其实因为吼，迄个迄补充物件足济，对毋对？迄袂记是正常的安尼啦吼。嘿啊。好，恁今日有去园区行嘛？对吧？对。嘿。咱头拄仔无介绍着啦，阿玲是迄个园区的吼，自深的啦，自深的迄个志工啦吼。好来，上元老的。嘿，咱有去嘛吼？啊，你有画一张图对毋对？对。画一张图是毋是到咱来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吼？伫上尾页嘛吼，来，我感觉你拢足厉害呢吼，来，妈妈对你啦。好，我先介绍。好，你画啥？我对园区印象上深的是，伊叫做将军路，因为着伊是一条路啊，两边拢种这侪树啊，佫有足侪教室，啊，每一间教室拢有伊的特色。啊，今日透早老师一间传去说，我感觉即个园区的园区的迄。就有理想的嘿，主题馆就有理想的，就是大家拢有伊的特色安尼嘿。我伫行伫遮，我感觉就是讲做感觉心情就轻松安尼。对。多谢你啦！我甲你讲，迄条路叫做啥物路，你知无？将军路。对，因为吼听伊讲啦吼，以前吼边仔拢爱行2边嘛吼，啊，干来将军才会行即条，啊，所以吼，咱即摆拢有咧行对无？对。嘿，以前是将军行，啊，咱即摆嘛咧行对无？咱嘛拢将军。嘿啊，你嘛我感觉你有足有感觉，就是讲叫你去找一个点，你竟然会去找到即个将军路吼，真正嘛足无简单的啦吼。好来，哇，阮即个妹妹吼，画甲安尼。足水的呢，来，啊！你画这是啥物？你敢要甲阮分享？你画这是啥物？即张图是咧画倒位？画阮兜？是吧？画敢画阮兜？是吧？毋是吼，啊无你画倒位啦？台语文创营园区对毋对？伫
对啦吼，你画台语文创园区，啊，你敢会当甲阮讲吼？啊，即丛是啥物？遐大丛哦，嘿，哦，足大丛的呢，即丛是啥物？啥物树啊？一啥物树？青啊，迄叫做青榕树台语叫做青啊。我感觉伊足有感觉的哦吼，伊一去的时阵吼，画这了，伊就去画即丛树啊。其实伊的印象就是入口，吼，伊的入口的意象就是看到即丛树啊，嘿，看到即丛树足济对毋对？嘿，吼啊，看到即丛树啊，啊，佮看到这是啥物？这安尼，看到遐，足水的对毋对？对啊， 5岁10岁，无爱甲你讲，你家己知影就好。吼，啊，你普通时啊，足爱树爱遐，来，有无？你讲有阮兜种这个树啊？恁兜也阁有故事咧，来，问你，即个上会写，讲写，叫做安那？拍断手骨颠倒用，是安怎讲有故事？即个故事爱互你家己讲，来，好来，妈妈请讲。你旧年发生啥物代志？我想哦，伊伫校，你袂记啊吗？你伫校发生啥物代志？我倒着对面顶搬落来对毋对？啊，手安怎？志气，伊手就记去啊。铁气啊吼，啊结果咧，看好未？我阵看你也无安尼，阵好好啊，吼对毋对？对啊，嘿啊，啊是安怎？啊即马咧？是当时的代志。是在旧年当时11月先对。 11月，吼11月。啦。嘿，啊你即阵拢好未？拢好未？感觉各有各好啊啦，吼好。来，即个就是咧讲你吼，啊来，啊即马手电到比以前搁较用对毋对？好，来，妈妈，即个互你。来，你即个写啥物意思？即个叫做行袂着等，袂着顶，袂嘿，着顶吼。意思。意思就是讲，足侪代志你莫惊，你着去做就好啊。好，因为机会是袂等你的。对，机会是袂等你的吼。对。我发现恁真正是足厉害的呢，时间已经到啊啦吼，嘿啦，好啦，安尼后回吼，希望恁有机会搁再来，好毋好？好，咱家己甲听众朋友再会。再会大家再会。欢迎继续搁再收听咱的亲子广播呀特别节目哦。共款吼，咱即组共款有邀请到一组来宾吼，服务人员共款我，还个我是金色。我是金色，无人发过。你是阿玲，你是我是温如。阿如吼。好，即马即个妈妈，其实吼，咱即个人吼，无讲介济，毋过我发现逐个妈妈拢足有观念的呢吼。即个妈妈，头拄仔迄个妈妈嘛共款，甲即个妈妈共款，头趟尾拢一直教囡仔念台语吼。来，妈妈，我看你家己介绍你家己啦吼。来小介绍。来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叫做江玉琪。我即马呢是一个家庭主妇，专辑的哦。嘿啊，全一个厝内饭菜就是我咧负责的。嗯。我住伫彰化市，阮遮上出名的就是有水果啊，有芭乐啊，葡萄。其实我上喜欢的是白米啦。爱食饭。嘿啊，爱食饭饭汤啊。嘿啊，因为其实阮兜是卖米的，嘿。哦。推销一个安尼，嘿，感觉白米。真正足好食的，足芳的，嘿，这嘛是算咱彰化的名产。是。嘿，我即摆感觉足欢喜的，当来参加即个关怀台语的广播营。是。嘿，今仔日我是教阮查甫囝来做阵来参加的。恁倒一个是恁查某囝？就是坐伫我隔壁。隔壁即个哦，我想讲，逐个拢足少年的。来，你介绍你家己啦，你查某囝叫做啥物名？伊哦，嘿啊，你讲啊。我甲伊介绍。嘿，恁查某囝叫做李游乐。吼，安尼，游乐来开始啊，换着甲你啊吼，来，介绍你家己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叫做李游乐。即马读中校国小5年。我住伫彰化市。阮遮出名的是肉圆、麻糍。我嘛足喜意看册，因为册里有足侪知识。即摆真欢喜会当来参加
关怀台语公布呀。哦，今仔日我是甲阮阿母做回来的。哦，你是甲阿母做伙来哦，你讲我甲你讲讲真清楚。我甲你讲，我无爱讲话，我要先唱一条歌。我巴肚枵枵，巴肚枵，是安怎？你头拄仔咧讲食，你也咧讲食，安尼我就巴肚枵啊！因为我上爱食肉丸，上爱食麻糍啊！我会记咧头一工顶回迄组吼，打讲了，讲到麻糍哦，我迄工真正去买麻糍当去食呢。我也无食着。真的哦。当然嘛无，我逐个拢足惊着，互你看到的，你拢毋知。我是有私心的啦，我是要转去才买安尼啦吼。嘿我嘛啊，要学起来。你嘛爱学起来吼嘿啊。因为我讲人伊袂歹呢，人伊吼安尼哦，因兜咧卖白米，啊伊就爱安那，伊爱食白米呢。哦，啊，你推销家己的产品啊？啊，恁对啊对兜啊。爱食啥？阮妈嘛是拢较爱食饭啦。啊，恁敢有种米？我无啦，我都爱开始开发啦啦。啊，我讲恁兜若种米的时阵，你才来讲。好啦你嘛爱食米吼？嘿啊，你咧，啊，你爱食啥？我爱啉汤的，你爱啉汤？嘿啊，我甲你讲，你一定毋通啉汤，为虾米？因为所有的物件煮的吼，迄拢放咧迄落中药，拢伫汤内底，伤有营养，毋好食啊济汤。我真正我甲你讲，本来食2碗，即摆食1碗啦，好无？我甲你讲，我拢无咧食汤，为虾米？因为迄医生甲我讲，迄汤吼，煮出的营养拢伫内底啊。你若要食汤，汤头一开始食，血也毋好，嘿，真正，你袂要紧啊，你3比8。第一遍啦，第一遍就食咧啦吼，莫食啊济遍啦。好，啊你来2工对毋对？啊你讲有学着啥物物件，要甲阮做分享？好啊，哼，我先嘛。嘿，你先，好啊你，先。哼，我唱即条老师第一工教好，第一工教的，足古锥的。足古锥的嘿啊，哦，好。好，有一只碰鼠，上爱偷食米，跋落去暗光内，行到半小时。啊你敢会当甲阮讲，是安怎你敢会感觉伊上趣味？就是有头咧唱的时阵，头壳底有即个画画面面，嘿啊，一只碰鼠，啊伊爱偷食米，拄啊好甲我讲的白米有相关系。有连结对毋对？对啊对啊。啊，毋过我你讲话，我遐是迄个写鸟鼠，啊你若足欢喜的。啊对，因为老师迄阵昨有甲阮教讲，本来是鸟鼠，啊伊讲因为园区内底上济是碰鼠，嘿啊，园区内底对。上济是碰鼠，碰鼠所以咱就甲改做碰鼠吼。嘿好，对对大家对唱一届来。有一只碰碰鼠鼠上上爱爱偷食偷食米米，跋落跋落去去暗暗光光内内，行行到到半小时半小时。啊，我感觉即首较好耍啦，啊顶较无好耍，顶组吼，我咧唱物件的时阵吼，因拢无咧困咧，啊手吼一开始就甲我摸去安尼，啊我甲唱咧伊遐边仔遮吼，下拢免吹，嘿水摕出水来。摕出来，嘿啊，我甲伊做运动的时阵互动，嘿啊嘿啊，啊来妹妹，啊你有学着啥物无？你想要学啥？你想要甲阮分享啥物？你有学着啥物无？有吧？好来呀。学着啥？嘿，学着啥物？妹妹较客气啦，毋过你爱较大声咧，哈，嘿，来，一根枕头啊，啊，来，一支枕头啊，变啊变啊变做刺毛啊糖，两支枕头啊，两支枕头啊，变啊变啊变做一只兔啊，三支枕头啊，三支枕头啊，变啊变啊变做一只猫咪啊，四支枕头啊，四支枕头啊。变啊变啊变做红红钱红嘛，钱金嘛，五支枕头啊，五支枕头啊，变啊变啊变做拍婆啊，嘿，变做拍婆啊，哎，你记得无？这安尼是啥？这只刺毛啊糖，毋是死翘翘吼，嘿嘿嘿，啊安尼咧，兔啊，啊，啊安尼咧，猫咪啊，安尼咧，红钱嘛，金啊，安尼拍婆啊吼。诶，其实红钱仔吼，对足侪人会记伫内底，像阮老母已经103岁啊吼。哦，诶，我顶工专工去迄个新港迄边买迄种红钱仔好食吼，伊食甲会流目屎呢。
嘿，因为伊是拢遐载人啦吼，啊，伊诶迄就是伊细汉诶时阵吼，伊记哩啊。你阵过去找以前物件吼，食吼，伊感觉足有感觉。但是我去买诶时阵咯，我说迄是去人去现掠野生诶，啊，我若去迄咱伫迄海产店买，伊才就无感觉。诶，真正气味无共款吼，嘿啊。哎，妈妈，啊你还佫有啥物要甲阮做分享诶无？有啊，我还有一条。就一条好。两叉饭。两叉饭好，来，佫是饭啊。佫是饭。搞关啊啦。毋是啦，妈妈咧推广伊诶白米。是哦。叫老师发现。嘿对，啦，来好，啊我开始哦。两叉饭开始。用电锅煮白饭，用大鼎煎鸡卵，白饭煮熟来炒卵，鸡卵煎熟来炒饭，毋知是饭炒卵，也是卵炒饭。拢好食，拢好食，嘿，好食。这些我会想到甜蜜家庭的时阵，迄出甜蜜家庭吼，啊，咱总统府主席吼，姚英定吼，伊就写着讲吼，离家出走了后吼，啊，因某走去了后吼，因老爸煮的毋是卵炒饭，就是饭炒卵，到底是因囝讲爸，你敢会当吼换一个啊吼？伊讲好啦，我下昼煮卵汤，迄嘛是卵安尼啦吼，而且这离句短短啊吼，啊毋过念起来足有意思的吼。伊主要就是讲但是伊即个是古早念谣，对毋对？对。吼，古早念谣即个内底吼，伊讲有饭有卵吼，这是嘛无算无简单啦。为虾米？迄个时阵若有食卵吼，恁兜好野人。对啊。无像即马吼。对啊吼，所以毋知是卵炒饭还是饭炒卵，可见因兜卵足济。妹妹啊！阮妹妹是真正遐避暑，你莫遐避暑啦。其实吼，伫个试录的时阵，伊还佫较好答对无？你还佫学着啥物物件要甲阮做分享？有吧？嘿，有吧？然后你要佫讲好来，即个徐福珍老师即个袂歹，因为袂晓唱，拢逐个拢甲做念了来。好，你唱，我来甲你。你晓唱哦？我对唱。无来伊用念的尔。好，来，开始。太无肉，外头苦是安那搭，做伙来去八重塔，看着两只鸭相拍。两只鸭相拍，太无肉，外头苦是安那搭，做伙来去八重塔。灯塔顶烘烧鸭，烘烧鸭。哇！其实咱若咧教学的时阵吼，即个会当教啥物？教外来语吼。即个外来语吼，比如讲我搭去是安那搭，伊咧讲日语来讲我嘛，对吧？吼。你甲想讲我搭去是安那搭，你甲变做一个我，你去比看觅，意思是毋是拢走进去啊？吼，拢无共款嘛。所以咱台语吼，有当时一个外来语。你着甲保留，你毋好吼专工安尼三八假现落去讲我一定要甲你要甲你翻过来吼，安尼不搭不起，对毋对？吼，你甲想啦吼，莫当留你甲翻看觅啊，袂当留，袂当。哪有可能袂当留？一定会留的嘛，对毋对？吼，若是肯德基咧，连翻看觅啊？袂晓诶，我嘛袂晓好。无啦，以前吼，美国有一个黑人的总统。伊叫做啥？奥巴马，你甲翻看觅啊？伊变做啥？黑白马，上盖好举，吼，嘿啊，所以有当时吼，咱若拄着外来语吼，咧处理原则上拢是该照翻啦。你莫条底甲翻啦吼，无你啊，西伯利亚你甲翻看觅啊？吼，一条歌讲西伯利亚飞来下水啊，你甲翻看觅啊？西伯利亚，感觉阮家就感觉就足奇怪，嘿，拢走去吼。所以即个念苗就是讲吼，咱若咧教囡仔时阵，教伊讲吼，拄着外来语的时阵吼，你免甲翻。佫我搭屈是呢，你甲想日语咧讲我搭屈是袂输安怎？我是查甫人对毋对？嘿啊，有影。毋过吼，会听讲因咧迄个查甫的我有分查甫查某对毋对？安尼台湾你甲想看觅，咱台湾的我指我有没有分男女？我较像查甫对毋对？今仔有一工，若查某囡仔你会讲安怎？
阮吼，你看伊早歌就是安尼，阮毋知啦，阮毋知啊，对毋对吼？迄较细奶迄个就是迄个查某囡仔安尼啦吼。好，还佫有要甲阮分享的无？你安尼其他无好，有无？无来，恁今日是去西园区的时阵，对毋对？恁有看到啥物较特别的物件，你就甲画落来，对毋对？来，咱甲听众朋友分享一下，好无？来，妈妈你先袂要紧，嘿，来，嘿，我今仔去，嘿，来，听众朋友，伫外口吼，安尼才看有着，嘿，我今仔去园区，嘿，我上喜意的是绘本馆。绘本馆哦，因为我家己爱看册，嘿，所以我看着哇，规间拢安尼，嘿啊，拢是册，啊，佮画啊足古水的迄红仔图，我感觉对，我感觉足喜意的。嘿，啊，伊内底就有讲着即只碰瓷啊，嘿，对，啊，我就家己画落来。啊，内底有足侪册，其中我感觉上趣味，我是看着有在场两位老师的册伫内底，哎呀，恁足空调的呢有吼，文啊，甲宏愿，宏愿，嘿，对。哎哟，多谢！伊除了即两本以外，其实阮迄较伫细啦。伊除了这以外，还佫有啥？我有发现你内底写足济嘛，对我吧？写几其他嘿的册，你这佫有写到啥物？有台湾的水果童谣，拢有吼。嘿，好，无甲你考一下，你头拄有看分行嘛？对毋对？分行绘本内底有啥物物件？有米粉，哎哟，佫是米啊，佫一米跟有关系拢先讲。还佫有啊，啊佫旺来，旺来，嘿，还佫有一个奶鸡，奶鸡。嘿，咱无食到奶鸡，莫讲，伊也无摕来互咱食，所以无算吼。佫有啥？小肉粽，哦，小你看到？嘿，你领嘛有小肉粽嘛吼？你内底敢无写着？有啊，有啊，嘿啊。啊，其实肉粽吼，我内底写的吼有两个所在，一个是上古早的，伊叫做一方，啊，一个是尾啊，甲佫起来的。伊就看到讲哦，迄肉粽咱生意遐好，毋过甲食的吼，咱咧讲的迄个关庄迄个肉粽啊吼，伊的味啊，较无像咱阮上早迄个古早迄个一方迄个，我特别甲即个你写一封出来嘛，对毋对？啊，因为即届我嘛会佫带月尾啊吼，带人去走通吼，即个分行的所在。啊，所以呢，若敢说，会使佫甲即个阮分行甲推广去啊吼。我就是有，嘛是我的责任之一啦。啊，写即本册写出来，啊实际就是佫有去甲行大安尼。我甲你讲好，遮恁兜的代志，阮若食无着，阮拢无算好。来，妹妹来，一定食会吼好。安尼，我要等来，咱等下抹喙齿来。好，来，妹妹，你画啥物？我画汤通了，冬螺，对。嘿，你画冬螺吼，啊，我感觉你画了足古，你感觉画了足古锥的吼。你看，互你看一下吼，互你看一下来。即个是啥物？即个日头吼，啊，即个咧，云吼，我甲你讲诶哦，伊的云吼，画到有鼻目喙呢，真正有够古锥哦。啊，这是啥？嘛是冬了。吼。啊，毋是铜锣烧吼，毋是啊，毋是吼，但是毋是啦，人开玩笑啦，本身笑来，你甲看哦，人伊画即个来，即个画是这啥？是毋是迄台电视？对。啊，迄内底有水果对毋对？啊，佫有对碰吼，嘿啊，你看啥物人赢吼？对。啊，你赢啊输？你无输哦，你无算哦吼。我想讲你毋知是赢还是输安尼啦吼。两招带你来算。嘿啊，两招再带你去算啦吼。好啦，时间咧过吼，足紧的呢，咱连咪到啦。妈妈，啊你最后你有啥物话要讲？有想要讲一啥物无？嘿，我即摆的迄个活动感想。30秒就好啊。好啊，就是真欢喜今仔会使来参加，啊，足感谢老师啊，甲所有的工作人员，甲阮就是准备遮个活动，啊，甲互阮会使有足侪机会会当讲台语。其实平常时伫厝真正无即个机会吼。拜托你等下爱接着讲啊吼。啊，今日吼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吼，咱俗语就无搁讲啊。来，咱看头前好无？甲听众朋友再会。再会。欢迎继续搁收听咱的广播营。哇，今仔日足欢喜的吼，咱有3组的朋友好来，即组是最后一组，是安怎我会上欢喜，因为我发现即3个妈妈特别会教囡仔讲，尤其是即个
即个妈妈吼，嘿，我感觉伊对台语加减仔有研究，因为伊知影讲，即个啥物，即个啥物，伊会问咱讲，即个音要安怎读，即个音要安怎读吼。好，咱即马吼，安怎读？对，咱即马吼，先来介绍一下来，同款是，我是金色来。我是阿玲，我是温如。好，来，咱即马吼，妈妈你先介绍你家己好毋好？好，大家好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号做蒋怡珊，今日真欢喜来参加即个广播营，嘛感谢两位老师吼，在即过程当中吼，教足济，拄仔老师有讲着讲我会问一寡关于腔口啊吼，台语，其实平常时咧讲吼，拢袂感觉讲台语有偌困难，拢感觉足简单的啊吼，甲读册共款啊，国语共款，但是你来甲园区的时阵，对，因你来参加文化营，包括即边的广播营的时阵，我发现讲老师讲的，哪甲我细汉甲阿公阿嬷讲的，哪会无啥共款？无啥共款，这是你的感觉吼。对，所以我着想讲，有一寡问题，甚至讲我讲的吼，佮互阮妈妈纠正，会互伊讲，互伊讲，你安尼讲毋对吼，会互笑啊，所以我想讲，嘛是爱问一下老师较专业。有可能是毋对，有可能是因为咱即马吼咧讲的话，教育部有去做调查，就是讲全省调查。我即马我金蕉吼，比如讲咱咧讲金蕉，毋过咱的正音用着金蕉，是安怎会安尼？因为伊去调查看，啥物人较侪讲金蕉，也是讲金蕉较侪。也结果咧，南部拢讲金蕉，我讲金蕉就是输人，我讲金蕉的人少，伊就用金蕉做第一音吼。这毋是讲啥物人对，啥物人毋对，这就是叫做方音差、地方腔口的问题安尼啦，吼。好啦，来，感谢老师。好啦，你介绍一个，你除了安尼，敢无要搁讲一个？你平时你咧创啥？我是专业的家庭主妇，我是阮兜的财政部长。袂歹，钱啊6条上要紧吼。你平常时有啥物兴趣？平常时就是兴趣画图啊，学白画，嘛毋知咧画啥物安尼。较等下你就知，我有发现讲吼，伊咧画图的时阵，因查某囝迄阵穿安尼画图。伊安尼边安尼，伊就甲翕起来，翕起来，伊就甲画迄个衫，迄个形吼，迄个哇，有够水呢吼！吼，小等才互你来讲，来，即马来，即个我感觉伊即个2工内底吼，伊变化上介济，来，你介绍你家己，姊啊来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号做林碧良，即马读南兴国小6年的，我住在彰化市，阮遮出名是肉圆、大伙。鸟鼠仔面，我嘛足喜欢食肉圆，因为 QQ 足好食。即摆真欢喜会当来参加关怀台语广播营。今仔日我是甲阮阿母小妹做伙来的。真好。阿母甲小妹吼，甲你3个，阮才2个尔呢。一个伫遮啦，一个伫遮，哟，较细啦，哟，就是你哦，你家己高水啦，吼。细只。阮细只，阮细只，阮足险的哦，险少的险，毋免大粒。来，你讲一个来，甲听众朋友讲一个来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号做林家辉，即马读南兴国小3年的，我住彰化市，阮遮出名的是肉圆，包括啥，我足喜喜跳舞的，因为足好耍的，即摆真欢喜会当来参加关怀台语广播营。今仔日我是甲阮阿姊甲阿母做伙来的。真是讲较真顺。厉害哦，逐个拢讲遮，若讲到遮，我就巴肚枵。我咱甲枵几啊？我枵几度，所以较爱食。嘿，讲到遮，真破遐好。即摆恁有来2工嘛吼，大概就是甲教一寡相关的台语。你毋知学到啥物物件无？想要甲听众朋友做一下分享一下无？妈妈，你先。我先哦。念歌先嘛。素材你。嘿啊。甲阮分享的就好啊。我感觉老师有教一个金头仔歌嘛，袂歹。即组袂歹，即组3分。好来，听先啊吗？袂使，若先我就无伫遮。无咱着来做阵来
佮唱一间即条歌，好好无？来，一支枕头仔，一支枕头仔，变啊变啊变做刺毛仔虫。两支枕头仔，两支枕头仔，变啊变啊变做一只兔仔。三支枕头仔，三支枕头仔，变啊变啊变做猫咪仔。四支枕头仔，四支枕头仔，变啊变啊变做红针仔。五支枕头仔，五支枕头仔，变啊变啊变做拍扑仔。爱猫咪啊，猫，足奇怪吼，逐个拢听咪嘿。你若会走无会偏音的走去摸嘛？啊，因拢读几面偏音去吼，即字无偏音。好，来，妈妈拢是分享枕头仔，其实吼，即种歌吼，我捌共教的吼，啊，阮校花老师伊摕去老人院咧教。会感觉足好用的吼，哎，算干啊，算真好，算到尾啊吼，算落才袂老人痴呆。来，姐姐，来哦，换你啊，来，你是要甲阮分享啥物？拔喙音，拔喙音遐，哦，吼，拔喙音，我喙齿会拍干的，吼，来。阿公今年69，手牵一只大乌狗，四界行，四界走。行伫大庙口，拄着一只大白狗，乌狗吠白狗，白狗吠乌狗，乌狗甲白狗，白狗甲乌狗，两只狗甲狗骂吼。阿公骑一个车粪斗，有够厉害呢！你够厉害呢！你免讲到念，但我有够厉害，我发现，我会使影吼，听伊咧念的时候，我发现讲，哎哟。啊！你都拢比老师较贤啊！啊，你好去困啊！好，来困，来困，好，你用去困啊！好啦，妹妹啊，得甲你啊呢，得甲你啦！你要念倒一个啊，黄金伞啊，加做打不死的小强，来。加做热热蛇啊，气死老阿婆啊，加做扣扣杯啊，阿婆野扫吹啊。加蛇死翘翘啊，阿婆欢喜噗噗跳。哦，噗噗跳。你知影迄加蛇你甲拍死了后，迄个加蛇吼，还佫会当弹咧。你甲拍死伊腹肚佫煮一个，佫走一只出来。哎呀，所以他不是小强哦，对不对？温柔，咱若咧做歌艺的时阵哦，即只小强定定咧。拍来用衬托啊啦。哎呀，拍袂死安尼啦吼。哇，有够厉害呢！我感觉即个姐姐吼，伊咧念吼，你来喙齿袂拍干，你念几遍？你等于念几遍？我感觉足怀疑的呢，嘿。无念。无念。真正会使来，真正足硬的呢，吼！啊，抑佫有无来？要佫讲分享无？有，你抑佫有吼？来，佫倒一个。洞箫。哦。洞箫。你拢咧夹子安尼吼，好来准备开始。来通宵分洞箫，箫声响通宵。台湾海线有通宵，通宵顶上出洞箫，人拢爱分洞箫，洞箫声音真美妙。伊这拢共离韵啦吼，箫伊就是爱个音嘛，交离韵吼。伊伫咧门口算交离韵，啊，逐个拢交呢，嘿啊，全部拢交离韵吼。啊，你即马念到尾啊吼，你喙齿会拍干，啊，你若喙齿啊拍干啊，佫甲透开的时阵吼，哇，真正就足厉害啊！你功夫已经学成啊，所以我若这咧教这我拢会叫因讲。甲因讲，这是咧练功夫，因为功力有嘛，你一直念到尾啊，喙齿一定会拍干的。啊，若像伊袂拍干的，足少的。我甲你讲啊，来，来换你咧，抑佫有啊？哦，哦，迄个伊咧念这拢是厉害，好来，好来。你食果子，伊食果子，你食果子，无食果子。伊食果子，无食果子，我食果子，嘛食果子。我搞。伊无拍干，我要拍干，我要拍干啦。嘿啊嘿啊，哦，有够厉害，你拢用这，哦，厉害呢吼！来，妈妈，你还佫有啊？哦，来，好，伊今仔日吼去迄关免紧来，你今仔去园区对毋对吼？啊，伫咧园区的过程内底吼，你有叫恁查某囝变装对毋对？对。哦，啊！你变装，你佫叫伊安那？
摆一个 pose 吼，摆一个姿势，啊，搁安那，迄水手搁安尼，翕安尼翕，搁咻一个好去对毋对吼？较早阮有练吼，无要紧啦，阮以前有练啦吼。你讲我手一个，无啊，迄水手安尼用起了后，甲咻一个，甲蛋夹一边，我咻起来安尼，啊，伊就叫查某囝等，安尼等，啊等等咧，你甲看卖啊来，甲阮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来，你看卖啊，对遮，嘿，伫遐，蓄水以外哦，伊毋是干那即成尔哦。那是我神女的咧。嘿，有成吼，因为妈妈爱画图，妈妈足够画图的嘿。我感觉伊即个甲顶届迄个画布地去，迄个爸爸吼，较共款。你甲看哦，伊画甲足幼路的，你看伊即个色水吼，一点一点拢有，啊，搁有敢若欠一项，深甲浅，无画着目睭。对，因为蜡笔无真幼，画目睭无好画，所以我才无甲画表情。我想讲。安尼，咱画一下衫，画一下意向，大家看一下讲，看一个就好啊。对对对，嘿，诶，对啊，我是想讲，你啥物都有，就是减一个啊，迄个，伊毋是干那画衫尔，伊念迄骹嘿，手甲骹吼，啊搁腰带拢有吼，嘿啊。因为头拄我甲穿的时候，我看着安尼啦吼。好，来，妹妹，啊你嘛是有对毋对？我你讲，哦，姊啊吼。好啦，我姊啊，来啊！好，来你看哦，伊嘛有足有迄种迄个足有主见的吼。头拄啊，毋是主见，毋是感觉尔哦。妈妈讲叫伊讲好啊啦，啊画安尼就好啊啦。伊看要画恁食饭，恁出去食，我就是无爱食饭，我就是要继续甲画。伊头空要画甲了，对毋对？哇，有够厉害！来，你甲阮讲一个分享，你画着啥？我画灯笼。你画灯笼啊？好，啊，你敢知影讲吼？这灯笼，干那你看，还是会讲？会啊。会讲。来，请问会知影啥物人有讲？你有讲无？你有讲吼？啊，你感觉咧？声音好听无？好听。好听，有美妙吼。人因毋是安尼尔吼，伊画这灯笼，啊，你画这啥物？是啊。迄个。面顶迄款图，你嘛甲画落去安尼哦。你甲看卖啊？你写啥？毋是啦，我是讲安尼啦。本土语言。伊即个有啊吼，伊即个所在念这面顶遮拢迄落拢画落去，伊写着本土语言国际发光好名声，这就是咱中华的尾啊啦吼。搁有哦，伊搁最特别的来，伊甲咱的吼哦嘿。伊顶足爱一首，啊无咱来念看来，咱尽量伊来当念，互伊家己自由发挥好无？好，咱来开始。用咱的话句，讲咱的故事，用咱的母语，唱咱的歌诗，用咱的文字，展咱的骨气，用咱的火歌，顾咱的文化。文化，哎，足好诶吼，嘿啊，我感觉伊真正是足厉害啦吼。好来，安尼妹妹互你啦，来，妹妹，你画啥物？要甲我分享诶。来。文化馆。哦，你上介意遐呀？对。对啊，文化馆内底，你诶重点是画伫倒？画电子白板。哦，电子白板，嘿，内底那遮青草着是安怎？后尾粉彩色诶哦。对。我感觉囡仔伊的内心足快乐的。啊，搁有啥？文化馆内底啊，即两个人是啥物人？遐搁来伫遐坐伫遐。你甲我。安尼敢有影，人去少年的呢。这个啥物人？这个啥物人？这个啥物人？我甲阿姊。哦，你甲阿姊哦。我。倒一个是阿姊。这个啊。这个啊，好啊。伊其实伊画甲足详细，你搁看到无？伊甲这个啥物？这个是啥？时间几点？11点31分。哦，11点31分，你甲看，伊拢甲写落去咧。伊写甲足详细，对毋对？哦，你先伫遐，拢会偷走你。嘿，拢会偷走你啦吼。好，伊甲画甲足详细哦吼。啊，除了这以外，咱搁伫遐有看到迄落嘛吼，有画着俗言语，对毋对？对。好，来，啊，恁个人会摕来甲阮分享一下，好吧？迄俗言语就是咱祖先的智慧嘛，恁家己摕来。伊伫生活中吼，伫咱生活中，定定拢会讲的哦吼。伊字句虽然是安尼短短啊吼，毋过伊的意思足长的，3、5字，伊就听好吼讲咧甲。比如讲像妈妈即个来一句。好心互雷针。是啊，人会叫互雷针，人针毋好要互雷针。毋知啥物意思嘛？
因为毕业了，我定定囡仔提醒啊，顿爱写作业啊，爱复习功课，着去互伊生气。我家提醒，搁互伊生气，好心互累进。爱改进的吼，等于爱改进啊吼。好，你来，你即句叫做。紧行无好步，紧走无好路。哦，紧行无好步，紧走无好路。即句是啥物意思？紧无一定是好的嘛，无一定是歹的。吼，即甲迄什物紧胖无好势，紧嫁无好搭，加差不多吼。吼，这意思就是毋免赶紧啦，凡事豆豆仔来，紧事看办豆豆仔来。好，再来做。我你。拍人。画救人，安尼，救人哦，是吧？结果是安怎？就是拍人的。拍人的安怎？佮讲是啥？讲是另外一个人的错。即阵拢推哦，啥物人？互妈妈，互阿玲老师，还是温柔老师？对啦。甲我无关系吼，嘿。所以讲，咱做人着本身爱有责任感，对吧？对吼，好，真好哦。好，时间要差不多啊啦吼。好啦，足感谢吼，恁会当来参加，来多谢温柔吼，温柔每一届拢来甲咱斗做志工啦吼。嘛，多谢阿玲老师，嘛多谢妈妈吼。妈妈伊一开始来咧讲台语嘛是安尼无啥敢讲，毋过吼我甲你讲台语。若接讲你着会啦，就是你定定讲，接讲你着会，若接运动你着袂怕破病，所以你爱甲接讲台语的吼。定定讲后一工你台语一定做到的，嘛，咱毋过足济活动吼，甲台语拢有相关，咱嘛会当来参加，好吧？多谢老师。好，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吼，差不多，咱向遐来，甲听众朋友讲一个再会。再会。